要不是兵荒马乱，今朝是俺老爷福寿大寿，我娘家个生意脂肪啊亲来把手呀。搿送来个手礼们，至少要用24条官船长到襄阳来，搿么才叫真正的热闹嘞！啊，要用24条官船啊！是啊，搿里面的东西是看不清嘞。是啊，搿是数啊数不清噻。搿么是呀，我方家豪富是天下分明的呀。像我辣辣娘家的辰光，俺太老爷做船啊，不是别个，单单算船单么，算至3呀。搿许多说他，搿房子里放啊放不落噻，房子里是放啊放不落嘞。放得落，放得落。我放假但是厅堂嘛，就有东花厅、西花厅、nor么厅、翡翠厅、白厅。哎呀，老夫人，搿房子到底有多少大啊？搿房子嘛，说大不大，说小嘛，倒也不小啦。听到过的事情啊，实是老不远了嘞。我王家把牛亭里比赛过，将娘难关子啊金兵，赛我是子内我娘真子铺路。还不当一像黄头娘，我总记得我出嫁的那一年，我嫂娘死的哦，就送过一座珍珠宝塔，珍珠宝塔。
邓子宝他们在那小家的忙中，等谁有机会啊，都出来，不能大家开开眼界。夏老夫人，红云姐与亲戚到，老夫人刚进那堂养生，医生来了，我是哪家管太太也是屋里来了。红云啊，侬去看呢？是。红云姐，红云姐，方便爸爸，红云姐，我家有亲戚来了。亲戚？是啊，就是老夫人实已想念的河南方大爷来了。河南方大爷来了，带我去帮老夫人。哎，红云姐，我还没有讲我呢。老爷吩咐，先请方大爷到兰云堂见过父亲，随后香汤沐浴，更换衣裳，配起高头塔拉，再配十六里单，随后门上马，前门下马。这是我方家的体面，也是陈家的光彩哦。爸爸，我一人。一人啊，来来来，侬。这就是方大爷啊！爸爸，我会弄错。我怎么会弄错呢？快去禀报老夫人知道啊！哎呀，恭喜老夫人，恭喜老夫人！有啥个喜啦？方大爷来了，哪个方大爷啊？那就是河南的方大爷。我娘看看这你子方阿庆来着呀！哎呦呦呦呦呦呦！哎呀，个今朝啦，真是一天之喜啦！我是日呀想呀想，今朝啦，总算把我想实在。哎，红云啊，快快有请有请！老夫人，方大爷的打扮与众不同哦。看哪个啦？你身上穿的衣裳是一块一块的。哦哟，那啦真是有眼不识金镶玉，可是皇上亲赐我那个八宝衣啦。搿衣脚上穿的鞋子，张开嘴巴会吃人哦。哦，搿叫虎头须，也是一件宝来。红云啊，快快有请有请。是。今朝啦，正是那个少妇，少时见了方大爷，看头领赏，少不得每人赏那一只元宝。夏老夫人，今朝我真是三生有幸，可以见识老夫人的正义之在啦。方大爷，请最近你鼓掌帅气，帮忙叫我送来着。河南头亲到襄阳，安永堂上见姑娘。一见梦情别了样，姑娘在上，小色芳情拜见。起来，起来！早早恰恰喜当了，喜当了。这位夫人，快到内堂饮茶，内堂用茶。红云啊，来，侬阿会都弄错人懂哦。不会弄错哦，老爷吩咐，现在方大爷见过夫人，转为香汤沐浴，更换衣裳，背上高头白马，再备16里单，从外门上马，前门下马，见过我家老爷，可是方家的体面，还是真干的去！哎呀，老爷呀，老爷，那么侬真是糊涂懂贼呀！
既然晓得阿青搿样子的狼狈，侬为啥偏偏叫伊今朝家进门？要是拨了人家看镜子，还有啥个体面，还有啥个光彩？哎呦，是阿青哦，姑娘。哦哟，朱姑娘的是日呀想，夜呀想，今朝啦终身拨我想实在。哎，侬坐动啊！姑娘身上哪有小色的座哎？干侬路远迢迢家来门，哪有法坐之理呢？坐动。此事告诉了。姑娘，小色居位是言，金凤母命，他到襄阳。哦哟，我嫂娘记性真好啦，晓得今朝是俺姑爹扶持他手，叫俺侄儿子不远千里家来，等俺姑爹做寿来个啦哦。我嫂娘们是要面子的，噶送来的寿礼们也一定是体体面面，噶光光彩彩，让我叫我的孙女出来收寿礼去啊。姑娘，要是不知今日是姑的寿日，必配寿礼，万望姑娘见谅。做姑娘的们哪会计较侬个寿礼嘞？坐动。搿真是穷困端罪啦，连桃李都没了啦！阿青啊，搿侬吃饭出门嘛，必不得在家；搿侬个新郎嘛，也该打扮个呀。姑娘，你真是我母子莫言的此情哦。家不应早为落，判官家在花人回，母子不由其身体，只落得苦受问堂。好在，不要再讲我去讲。哦哟，可真是阿弥陀佛啦！许多个叫我，要是不能人家听见子嘛，方家才是早年生，后代为留子不孝顺。你在家贫困，谁知道蘑菇要过来向娘出村啊？你平日来自到外院。随堂作乱总家庭啊！只要是别人都能上断，就是我那情深恶毒，面宽安情。再说是穷鬼上门做好事，倒不是趁早赶快苦。阿青啊，搿侬讲吃饭不是等那姑爹做寿来个，搿侬路远迢迢家来，想必是另有要事咯。一来向姑的姑娘问哦，好个，搿么害你放望堂内表姐也好，搿么想必还有那三嘞？那三么？自家姑娘面前还有啥个话不好讲呢？姑娘啊，
小着经过10年篇，西窗银河10余年，约待来山应死去，真乃是元囊羞涩上盘川，得到襄阳皆考本。自家姑娘面前嘛，为啥要讲假呢？家么侬要多少啦？姑娘不多，怕人300两。300两啊！哦哟，这真是狮子大开口，人之用本短啦，一开口就300两哦！阿青啊，可侬可是长情关好起个呀，有300两银子，怕啥个用上呢？姑娘啊，100两做路边人，100两当安家用，100两我真等啊银章长进这个讲打起来嘛，搿300两银子是要个，不多啊！搿银子我没借多少，用上都怕得停停当当在啦。怪不得我放假介大一份人家，会得被伊排得介快嘞！阿青啊，搿么俺姑娘来什么？搿点点总该好商量个哦。多谢姑娘。嘿。还不晓得300两银子够不够嘞？绰绰有余。哦，那么阿青啊，俺亲眷们归亲眷，搿银子总归要归银子个呀。侬今朝介借得起嘛？打算几时搿都来拨我还你？但等小生功名成就，立即本领奉还。搿一讲讲到哪里去了？哦，自家姑娘面前借点银子嘛，我要啥个礼的嘞？小生失言了。阿青啊，搿侬讲园子功名嘛，立即来还拨我。假么侬要是没功名呢？这那不是讲我姑娘讲句扫兴的闲话啦？搿功名2个字啊，岂能像30岁之头捏田路？那个容易嘞！哦，姑娘啊，小则贵妇自见谁，事情巧比盲目言，派我把鸟早晨起，就也陪到饺子啊言。这代一旦风涌起，平地不要是上啊青啊天。玉子气，不过嘛我个亲儿子啊，上年到功名本是命啊里的，富贵从来是不拉与人，姑娘虽有再便宜，只怕侬讲究功名忘记心。姑娘啊，气色飘目小欢心，困守铺摇绿梦真。这都是少年贫困后得知，不慌时儿我放轻。那古人是有古人风，侬莫比古人来比是身。你本是吏部公子在相安，河南首富皆知名，恰为我事情落难问当时，风扫地来月拉当真。姑娘啊，世上比肩千年
人间哪有百年平？莫道我是进了南文堂子，快手今晚拍马策皇啊城。我看是高飞呀，你才能今晚拍马策皇啊城。姑娘，我是伯牙蒙面小心，真乃是世上三部千年夫，那人间倒有万年平。且快那古今多少道数字，潦倒一时最不拉翻身。姑娘我虽不精通那吕章程，我母以想法也懂啊三分。我一爱宽欺不为得错，传情啊，农场尽管靠着来打人。我知道我
亲姑娘啊，亲石头亲皆靠本，明年他必要龙衙门，常在平生临用子，不帮姑娘再备阿青啊，搿侬要去上京关考嘛，做姑娘的哪有不成全侬之理嘞？常年劳动起来是国亲，我不招应谁呀招应？侄儿侬倘有翻身时，我也转光脸张金。苏东，苏东，看样子今朝家发家是发过门债啦。不对呀，我今朝要是一块等于加倍300两，搿一银子大得起倒是用光债，民众们来加600两，后天要来加1000两。哦哟，搿个样子加下去嘛，我陈家搿门家当也要被扒光债。再说挑些田金，总是填不满一个呀，发家。讲我总不能让伊空上3个回去了，搿本来人家刚打起来，总归是讲我姑娘不尽人情。多少加点不易。红云3块。哎呦，阿青啊，搿侬啦要是早来3天也好，搿迟来3天也好，今朝啦真是不巧哩。姑娘早来3日怎讲？哦，搿侬要早来3天嘛，搿大表里个老师太得是大房子里个老和尚，伊拉嘛是来花娘个。哎呀，老夫人啊，侬发慈悲，让步开开。搿么伊拉晓得我姑娘是落床好死个啦，搿么我投其之笔，啥价失落，一想嘛就是300两。搿侬要早来3天嘛，我搿300两发饷嘛也好加拨侬再。那么是来30呢？哦，搿侬要迟来3天嘛，那姑娘个手做过动作，搿做姑娘个放出去个私房铜钿嘛，也好陆陆续续个收回来再，搿么也好加拨侬个。搿今朝啦，真是吃素碰着一坨，不巧啦是不巧。此次小是告辞了。哎，阿青啊。搿侬啦是路远迢迢家来个，搿做姑娘无论是也不能让侬空上手个回去个，我就是叮叮当当嘛也要加拨侬个。红衣3块，哎，换个多出来呀？来了。那铜钿1000，3米1担。姑娘，哦，阿青啊。搿1000铜钿嘛，拨侬路上做盘串用个。搿1担米嘛，侬背回去，娘儿子俩嘛，稍稍加接接。哦，顺便辣辣嫂娘面前也对我好言几句。就讲我做姑娘实在是没办法，搿一点点嘛，就想表表我的心意。哦，姑娘，小是受此有愧，请姑娘收回。那个我，侬不要？哎哟，阿青啊，做姑娘的算尽加拨侬不少，可是侬自家不要。所以讲大起来，不要讲我做姑娘不尽人情。红银3块，老夫人，伊不要么那拿进去，本你好为几个，铜钿放了门房间里，好打发高呼自个是。好气，好气！
穷到底，富的那位富到根。正午常与翻身着，昆仑也能上天啊顶。先朝后代铁不能，手臂苦的老大人啊！那姑爹那个，那姑爹那个，那姑爹有啥不能讲啊？想当初老奶没问有生气，穷途落魄生啊困情。因与我祖母爱在责备他，后来在一直要进关朝啊听。侬写出事啊？哈？侬到来西窗更贼？是个那姑爹送什么事？干么意思？30个萝卜呀？那姑爹，哼，那姑爹上来嘛就是荣耀虎背个满腹盆菜，个头像西瓜是一时用过啦。可是做姑娘老早就宽正的呀，侬啦，我也不能宽正大哉，侬是狗肚鸡胸一窍不通啦！侬个只头啦，也不像冬瓜头嘛，也不像萝卜头，倒像只橄榄头啦！那跟人家来动我呀，个头像橄榄是翻身万难，受落去侬是难免讨饭。侬还想做官啊？你这是尽都是说句上嘴，你头上遭地狱公啊命，你这是品德端正心德好真为民万不把那个心，你这是少年有为立大志，对我为出瓜路出的什么生？如今的在我难翻身，千岁昆仑怎能云？我老爷若难事与高官做，侬放心，只好有事分担啊！侬姑娘啊，对他红尘难归，请姑娘你手我自从要留在搿只龌龊上讲我对他红烛难照后，搿分明是笑我膝下无子，搿背后不靠呀！侬搿龌龊上，侬拨我听懂，我不早不怎么样，不晚不年纪找过来哉，我们要找到底哉！侬搿龌龊上啊！我看侬搿忙头皮见云霄，怎能头戴纱帽？我看侬做起点有些高，怎能身穿高帽？我看侬自己关心又小，高须真像壮草。姑娘眼从了，送啊，送我来推推嘞！侬个名利早知根，穷举根让侬家儿根。姑娘一眼手宽正，侬是今生今世难翻身。侬放清茶与高官做，是非是龙康好处多传承。侬放清茶与高官做，少走平民会出动啊身。侬放清茶与高官做，6月王我率人兵。侬放清茶与高官做，王敢出国边吉林。侬放清茶与高官做，是非是有了东山十先生。那朝中文史官人皇帝缺少保家生，东天王报西夏诏，一心要灭侬高北方啊亲！多等姑娘好教训，小的是我自头忙，其才心高士难，哈里去啊？喂，这样不去见那姑爹在？要是衣衫褴褛，去见故地，岂必有失你姑娘的体面？因此不见也罢。好过有志气过，干么侬回去个盘川呢？要是既能来，就能去的，不劳姑娘费心。我啦，
快在侬娘个份上，总不能让侬回不到家乡，见不到亲娘。喏，搿里有点零散个压岁银子，侬拿得去，可不能去而复返。小事即是掩门求情，叫不出你人夫本门银子，当真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从今儿我与官再到襄阳来，不管不听臣妇论。好，从今日你若不管襄阳来，莫怪姑娘不留心。现在进门站在家，回家进门端将进。公爷，小事社会要是有了功名，你啊，我还想与功名啊，敢不能听懂？你这是头戴乌纱身穿蟒袍，摇起牛打子登上去，摇摇摆摆摆摆摇摇叠贴进门参王门，明目喝道上瓦门，姑娘我还没多脸跪在你，再我一杯金装去。姑娘之意，他会可不要后悔了。堂于师夫人，哪有反悔之理？好，告辞。哎呦，红云散花！哎呦，老夫人，这我这上气得我头昏脑胀在啦！红云啊，快趁几斤檀香来买买伊，来穷起胸调，穷起胸调。哎呀，红云啊，穷人的雨伞保不啦，快叫伊从后花园家出去，后花园家出去。